你好，欢迎来到东帝汶。季风与海洋的对话在交融中孕育出无限可能。当东帝汶的东盟身份正式生效，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当地的产业与项目，尤其是中资企业与华人创业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投资与技术，在这片土地种下的和合共生基因，已萌发出盎然生机。苏埃高速呢是东帝汶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挑战确实不少。我们一是结合当地实际的情况去优化设计和施工方案；二呢是加大对本地员工的培训力度，通过我们施工过程中，然后亲力亲为的带动我们本地员工的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发展；三呢是加强和政府还有社区之间的沟通，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习惯。整体来看，这个项目既是工程建设也是一次深度的中东融合的一个过程。发展的根基夯实于基建，从畅通无阻的交通动脉到丰富多元的公共空间，中资企业正用实干与东帝汶携手铺就前行之路。中国东帝汶友谊足球场就是这样一个扎根社区的民生范例。看我在东帝汶发现了什么？由中国援助的中东友谊足球场。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当时参与项目的李总。李总你好。你好，你好。其实这个足球场的话，他们以前的话是属于一个沙滩的足球场。每到下雨涨潮的时候，整个这个沙滩上面的话，全部都是水，全部都是洞，小朋友玩起来的话也特别不方便。中国政府这边的话，就给他们考虑援助一个永久性的草皮的足球场，让他们的那个民众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业余生活。Kami usu brigado barak buat Cina, kami belum halo kampo, di kami baru ini beli maizoga lima. Thank you. Ya punya sekolah kampus Ayubi, ya emalo ke kursus Mandarin, ya di Fomento. No ya kolega barak mak hetam bolsa estudo by Cina. Agora ya sirsi tes tenelara, no português by Cina, mau tebes beli by sekolah ya nama. 基础设施构筑城市发展的钢铁骨架，中国创业者则以精准的产业化作毛细血管，深入肌理，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当地需求无缝嫁接，实现发展脉络中硬支撑与软触达的有机统一。在地里，我遇见2位广西老乡，他们深耕这片土地，与其共荣共兴。隔壁那个 CPD2 未来的 CPD8，那外墙修复都是完成，房建、工程还有装修，基本上哪里有机会都做。我们广西的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反正敢闯。就准备建立一个叫东帝汶经贸服务中心，国内的地点在南部。一个地方呢，需要靠很多的公司才能够把一个地方的市场做起来，所以我们将来会有这么一个服务中心。机器的轰鸣奏响基建的激昂进行曲，街头巷尾的细碎丰盈流淌着日子的丰盈。对当地民众而言，中国与东帝汶的合作成果已从宏观叙事进入市井烟火。一份稳定的薪资，一次在超市货架前的自由选择，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皆是触手可得的福祉。由于东帝汶城市其实没有污水处理，所以当地人的喝水得节食，所以我们就把它要改变过来，就是生产水。我们要普及所有的东帝汶的人都能喝上我们干净纯净的水，这是我们的目标。Biggest chance for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improve local infrastructur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environment and for the community. I remember my first day, I was a little nervous but excited. The job was organized and the Chinese colleagues were hardworking, work together and friendly and helpful. 中国与东帝汶产业合作的意义，从来不仅限于投资金额的增长、项目建成的速度，它更在于为当地民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收入增加、技能提升、生活便利等等，这些具象化的幸福是合作中最温暖的底色。来到东帝汶呢，不能不打卡咖啡。那一走进这个咖啡店啊，扑鼻而来的香味，真不错。哎，陈总，你好，你好。那我看到现场有很多款的咖啡，如果让您给我推荐，您会推荐哪一款是比较特别的呢？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卡农示范园区的卡农来介绍一下。好，你好。Dia proseso nebe makami halo ema serviço makidana ba e proseso nebe mai husi animal ka laku mak proseso makidana laku te nebe maka iha timor laku sirane laku fuik nebe mak los ema makakiak nebe animal fuik sirane nebe maki hailara maka hang cafe par hang cafe robusta makidane hang cafe arabica makidane agora dadau E comunidade sira hili hamutu pori mai tamba companhia hidei oras na darau pori prosesa iha fatin hidenia. E ami agradece buat pa embasada Sina nebe mak mai serviço hamutu ko Associação Café Timor pori coopera ho companhia hidei pori halo serviço iha município aileu posto aileu vila pori halo reabilitação ba café nebe mak for resultado dia que iha município aileu. 项目的扎根从不是闪电般的宣告，而是如雨季滋养土壤般不断沉淀。当第一组齿轮开始咬合，当员工眼中闪烁出职业成长的亮光，中国与东帝汶的合作便超越了合同与报表，拥有了与体感一样的温度。这些发生在产业园与工地上的变革，最终如何涟漪般扩散至每一个普通人？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上真实脉动，倾听被发展浪潮温柔包裹的人生故事。